Hermès 嘅 Kelly 有咁多唔同嘅尺寸，仲要分內外縫，究竟點樣揀呢？首先我哋講講 Kelly 25，亦都係喺 Hermès 專櫃最難配出嚟嘅一個尺寸。喺二手市場 Kelly 25亦都係相對嚟講比較貴啲。點解係25？其實就係佢底層有25cm 長。我哋攞個 iPhone Pro Max 去對比，佢嘅容量係絕對足夠，而內縫睇落去會比外縫細，但其實佢哋嘅容量咧係相若嘅。跟住就到 Kelly 28啦，同樣地外縫睇落去會比內縫大，佢哋嘅底部長度就係28cm。呢個袋嘅容量就唔使講啦，完全綽綽有餘啦，甚至乎一部 iPad 唔係 mini size 嚇，都可以輕鬆咁樣擺到入去。留意一點，內縫嘅 Kelly 28同外縫嘅 Kelly 25望落去係差唔多大細嘅。跟住就到 Kelly 32啦，好多人會擔心覺得 Kelly 32太大，好難 carry。但係其實你哋望下，同一個 Birkin 30去對比 ，Kelly 32相對嚟講仲窄啲，而佢嘅底長係32cm，相對比底長30cm嘅 Birkin 其實真係爭嗰2cm嘅啫，容量就完全唔使講啦。呢個袋中意擺咩入去都擺得落啊！同樣地，外縫嘅 Kelly 28同內縫嘅 Kelly 32望落去嘅面積都係相若嘅。跟住我就同大家展示一下唔同尺寸嘅 Kelly 嘅上身效果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有乜嘢問題就可以留言或者直接 PM 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